你今朝早餐食咗啲咩？係一烘得金黃酥脆、熱辣辣冒住白煙嘅菠蘿油，定係一刻喺茶餐廳啱啱蒸好、望落白裏透紅嘅鮮蝦餃？當你一啖咬落去，油脂嘅香氣喺條脷上面化開，你覺得無比滿足，覺得呢份幾十蚊嘅早餐真係醫飽咗你靈魂嘅飢餓。但係如果我今日撕開呢個都市傳說嘅糖衣，話俾你聽，你啱啱吞落肚，以為係師傅今朝凌晨4點起身親手操製嘅麵包，其實係喺半年前甚至1年前喺1000公里之外嘅一間自動化工廠流水線上由機器倒模出嚟，再經過零下18度急速冷凍，坐住中港物流車喺凍櫃入面瞓咗足足6個幾月嘅炸鮮麵包，你會有咩反應？你以為自己食緊嘅係新鮮，但其實全香港有高達60%嘅餐廳已經默默淪陷。我哋嘅嘴巴、我哋嘅腸胃，以至我哋成個身體，正一波一波俾呢啲冰冷死寂嘅工廠流水線徹底摧毀。呢件事絕對唔係我聖人聽聞，亦都唔係網絡上無憑無據嘅都市傳說，而係前排喺何文田一間打住每日現場新鮮即製、傳統港式情懷旗號嘅高檔連鎖麵包店，活生生被街坊同網民踢爆嘅驚人內幕。何文田嗰條街，平時出名多名校學生、多中產家庭，大家都願意擺低10幾20蚊去買一個外表望落飽滿、聞落香噴噴嘅菠蘿包或者牛角包，大家都以為買到嘅係師傅嘅手藝，係慳水同溫度嘅結晶。點知喺某一個凌晨4點幾嘅朝早，有位早起晨運嘅街坊，無意中喺呢間麵包店嘅後門見到一架中港車牌嘅大棟櫃車停咗喺度，司機手腳利落咁搬落一箱箱用綠色膠箱裝住，外面用無數層保鮮紙死死封住嘅貨物。呢位街坊一時好奇，行埋去裝下，結果不裝猶自可，一裝下一條，那些紙箱上面清清楚楚印住簡體字，寫住深冬冷凍生麵團，而最令人毛骨悚然嘅係上面嗰行生產日期，當時明明已經係2026年嘅年中，但係紙箱上面嘅生產日期竟然寫住2025年嘅10月份。換句話講，呢批即將放入焗爐，幾個鐘頭後就會以新鮮出爐名義賣俾何文田街坊同返學小朋友嘅麵包，喺半年前就已經喺內地某個工業園區嘅流水線上被機器壓製出嚟。佢哋喺冷凍庫入面度過咗春夏秋冬，跨越咗半個年頭，最後嚟到香港，喺焗爐入面經過15分鐘嘅高溫加熱，重新膨脹，披上一層金黃色嘅外衣，就堂而皇之咁標榜自己係鑑心手座。呢個何文田麵包店事件喺網上一爆公，即刻好似一粒原子彈咁，將整個香港飲食界隱瞞咗幾年，甚至10幾年嘅遮羞布徹底撕開。好多人一開始仲幫襯緊、兜緊，話冷凍麵團好正常，外國都係咁。但係當網民越挖越深，大家先至驚覺，呢個根本唔單止係一間麵包店嘅問題，而係全香港超過60%嘅茶餐廳、酒樓、快餐店，甚至係一啲標榜高檔嘅西餐廳，都已經全面淪陷。你每日行入茶餐廳嗌嘅嗰碗沙爹牛肉麵，嗰碟洋蔥豬扒飯，你下晝3點3去食嘅蛋撻、西多士，甚至你同屋企人去酒樓飲茶，貪佢夠得體而嗌嘅鮑汁鳳爪、蟹子燒賣，其實全部都係預製菜，全部都係喺冷鏈物流入面沉睡咗幾個月嘅工業製品。我哋不妨企喺茶餐廳嘅廚房門口望下，如果你年紀大少少，可能會記得喺1980年代或者1990年代，香港嘅茶餐廳後面一定有一個熱氣騰騰、充滿樂氣嘅廚房。嗰陣時嘅總廚、二廚，每朝早6點就要返到鋪頭，用大鐵鑊熬雞湯、煲豬骨，親手將新鮮嘅牛肉切片，用自己獨門嘅配方去봉製沙爹牛肉。師傅會因為今日嘅天氣濕度去調整棒肉嘅生粉分量，會因為今日嘅牛肉質素去調整火候。嗰種食物係有靈魂嘅，因為裏面包含咗一個擁有30年或者40年廚藝經驗嘅老師傅，用佢嘅人生，用佢嘅手溫去賦予食物嘅味道。但係嚟到2026年嘅今日，你再去睇下大部分茶餐廳嘅廚房，你會發現裏面根本已經冇晒以前嗰種大火爆炒嘅聲音，亦都冇咗嗰陣陣誘人嘅高湯香氣，取而代之嘅係一排排冰冷嘅不鏽鋼微波爐、萬能蒸烤箱同埋一部部用嚟剪開膠袋嘅削剪。而喺廚房入面做嘢嘅，亦都唔再係咩月薪幾萬蚊、資歷深厚嘅名廚，而係一啲可能啱啱入行、時薪得60幾蚊嘅廚房助理。佢哋每日嘅工作其實同工廠嘅裝配線工人冇任何分別。打開冰箱，拎出一個雪到硬邦邦、貼住條形碼嘅塑料料理包，用蟹剪剪開一個口，丟入微波爐倒數3分鐘，或者倒落熱水入面浸熱10分鐘，然後倒落一碟預先煮好、擺咗好耐嘅白飯上面，大功告成。呢碟嘢就叫鮮茄牛肉飯，成為港幣62蚊。你可能會話，喂，只要味道好食，管佢喺邊度整，
管佢係咪冷凍過啫。現代科技發達嘛，急速冷凍可以鎖住營養，有咩問題先？如果你真係咁諗，咁你就太過天真，亦都太過低估咗現代食品工業為咗追求成本效益，可以去到幾咁冷酷無情。我們要明白，一件事物要經歷半年的冷凍而不變質、不縮水，甚至在解凍加熱後還能保持所謂的賣相與香氣，它背後付出的代價是無數的化學添加劑、防腐劑、增稠劑，以及對我們身體的慢性荼毒。就拎何文田嗰款冷凍麵團嚟講，正常人喺屋企做麵包，材料無非係麵粉、酵母、水、少少鹽同牛油。這種新鮮初製嘅麵團，生命力非常短暫，酵母菌會不斷發酵。如果擺入雪櫃普通格，一兩日就會酸掉。就算放落冰格，冰晶亦會破壞麵團入面嘅麵筋網絡，令到個麵包焗出嚟之後好似舊石頭咁硬。咁工廠嘅漏水線要點樣克服呢個問題？答案就係加化學嘢，為咗令到個生麵團喺零下18度嘅自然環境下瞓足半年都唔會死，工廠必須喺麵粉裏面加入大量嘅改良劑、乳化劑，例如單雙甘油置放酸酯同埋抗凍劑。呢啲化學成分可以強行改變麵團嘅物理結構，阻止冰晶破壞麵筋。但係當呢啲改良劑被你吞落肚之後，佢哋就會開始破壞你腸道入面嘅微生態，令到你嘅腸道菌群失調。近年香港有咁多年輕人，年紀輕輕得20幾歲或者30幾歲，就無緣無故患上慢性腸胃炎、過敏症，甚至大腸癌發病率急劇飆升。你以為真係因為工作壓力大咁簡單？我哋每日食落肚嘅呢啲工廠添加劑，絕對係幕後黑手之一。更何況，麵包最吸引人嘅地方係嗰股天然發酵嘅麥香同埋牛油香。但係一件經過半年冷凍嘅麵團，裏面嘅天然香氣分子早就已經揮發殆盡。咁點解當你行過何文田間麵包店，或者行過地鐵站啲連鎖餅店嘅時候，依然會聞到一陣陣令人流晒口水、超級濃郁嘅牛油味？答案好簡單，4個字：工業香精。工廠在製作麵團時，會往裏面瘋狂注射內高溫嘅人工或成香精，例如雙葉線。呢種香精厲害在，無論你雪咗幾耐，只要一經焗爐高溫加熱，佢就會瞬間爆發出比真正牛油強烈10倍嘅香氣。你以為自己聞到嘅係更身份恐懼，其實你聞到嘅只係化學實驗失調配方。而更恐怖嘅係港式茶餐廳最不可或缺嘅肉類料理。而家全港6成餐廳淪陷，最核心嘅重災區就係肉類料理包。大家出去食飯最中意嗌牛扒、豬排或者雞扒。你平時有冇發現，而家去好多茶餐廳食豬扒飯，塊豬扒雖然大塊，但係咬落去嘅口感非常怪異，它沒有啦豬肉原本應該有嘅纖維感跟嚼勁，反而滑溜溜得好似舊蒸梨。而且無論你點咬，裏面都好似完全冇肉汁，只有一陣陣死鹹嘅調味。呢種就係標準嘅工廠流水線肉類。呢啲肉好多時都係遠道而來嘅進口冷凍劣質肉，因為擺得太耐，肉質早就已經乾枯發柴。工廠為咗令佢哋回春，會將呢啲肉放入巨型嘅工業滾油機入面，加入大量嘅保水劑、三聚磷酸鈉同埋俗稱嫩肉粉嘅化學物質。呢啲化學成分會強行撐開肉類嘅細胞，讓它們瘋狂吸水，增重20%到30%。這樣一來，工廠既可以賺取暴利，又可以營造出肉質鮮嫩多汁嘅假象。但係人體長期攝入過量嘅磷酸鹽，會直接導致鈉質流失，增加發生鮮魚便疾病、腎臟衰竭嘅風險。我識得一位喺公立醫院做咗20幾年嘅醫生朋友，佢同我講，以前入醫院洗腎嘅病人，多數都係60幾歲、70幾歲嘅老人家，但係近呢5年、10年，洗腎中心出現越來越多30幾歲甚至20幾歲嘅後生仔。問翻佢哋嘅生活習慣，大部分都有一個共通點，就係餐餐留喺出面食茶餐廳，極度依賴呢啲外賣同工業預製菜。講到呢度，可能好多觀眾會問，點解香港會變成咁？香港以前明明係一個舉世聞名嘅美食天堂㗎喎，由避風塘炒蟹、大排檔小炒到街頭巷尾嘅絲獨奶茶，每一款都係精雕細作。點解短短10幾20年間，香港嘅飲食業會被呢啲冰冷嘅工廠流水線吞噬咗60%？要理解呢個悲劇，我哋必須要面對香港飲食業最殘酷嘅3個核心現實：租金、人手同埋連鎖化。首先，亦都係壓死所有良心小店嘅最大大山，就是香港那直營、恐怖、完全失去理智嘅店鋪租金。喺香港做生意，無論你煮嘅嘢食幾咁有熱誠，用料幾咁新鮮，你每個月賺翻嚟嘅錢，起碼有1/3，甚至有一半係要原封不動咁進貢俾地產商或者大業主。想象一下，一間位於何文田或者旺角、銅鑼灣嘅中型茶餐廳，每個月嘅租金可能就要高達10幾萬甚至幾十萬港幣。喺咁極端嘅租金壓力下，
老闆如果每日仲堅持去街市新鮮食材，請幾個大廚喺廚房由零開始慢慢切慢慢煮，佢根本連交咗嘅錢都賺唔返。為咗生存，老闆唯一可以壓榨嘅空間就係廚房面積同出菜速度。如果一間餐廳要傳統烹飪，廚房一定要大，要擺得落砧板、大鐵鑊、高湯煲，仲要預留空間俾師傅行運。但在寸金尺土嘅香港，廚房大一碼，外面俾客坐嘅雅座就少一碼。於是老闆們發現咗一個捷徑。如果我全面引入工廠預製菜同冷凍生麵團，我個廚房就可以縮小到得返原本嘅1/3。我不需要再安裝高規格嘅抽油煙系統，不需要買昂貴嘅爐具，只需要擺幾部微波爐跟萬能蒸烤箱。這樣一來，原本需要500畝嘅廚房，而家100畝就搞掂，慳出嚟嘅400畝可以擺多10張台，收多幾十個客。更重要嘅係，以前一個大廚1分鐘頂多炒一碟牛河，而家引入料理包，廚房助理一個人同時開5部微波爐，3分鐘就可以出5碟飯。就係香港呢個追求快靚正嘅畸形社會，出菜速度就係金錢。當工廠流水線可以幫老闆實現1分鐘出菜同極致壓縮成本嘅時候，邊個還會願意傻乎乎咁去堅持傳統手藝？第二個原因就是香港飲食界極度嚴重嘅人才斷層。如果你有留意，依家香港茶餐廳廚房裏面做嘢嘅師傅，大部分都已經是50歲、60幾歲嘅老一輩。在2026年的今天，香港嘅年輕人有邊個還願意入行做廚房？廚房環境又熱又濕又污糟，每日要企足10幾個鐘頭，放假又冇得同朋友去玩，人工又唔係高。就算有心想做廚房嘅後生仔，而家都寧願去學做西餐、做日本料理、做精緻omakase。邊有人願意走入茶餐廳去忍受嗰個油煙滿天飛嘅環境？當老一輩嘅師傅一個個退休，一個個做唔起，而年輕一代完全斷層嘅時候，香港嘅餐飲老闆正面臨閃錯為肉嘅荒。既然請唔到人，咁點算好？工廠就適時走出來，同呢啲老闆講：唔緊要，你請唔到總廚，我呢度有成千上萬個經過科學化調味、味道一模一樣嘅料理包。你就算請個完全唔識煮餸，連廚刀都未拎過嘅新移民或者暑期工，只要佢識得睇住個定時器去按掣，佢就可以做你鋪頭嘅行政總廚。呢個就是最悲哀嘅現實。食品工業用高科技、用流水線強行冚過咗香港餐飲業對廚藝嘅需求。而家好多茶餐廳嘅廚房已經唔再需要靈魂，只需要服從。第三個原因就是大型連鎖集團嘅壟斷。唔知大家有冇發覺，而家行喺香港嘅商場或者街頭，雖然鋪頭名好似間間唔同，有啲叫摩登茶餐廳，有啲叫新派冰室，有啲叫輕食店，但係當你坐低睇個餐牌，你會驚覺佢哋賣嘅嘢食大同小異，不外乎都係黑椒牛柳絲意粉、咖喱雞扒飯、鮮茄焗豬扒飯。而當你食落口嘅時候，你會發現，咦，點解呢間 A 餐廳嘅咖喱汁同隔壁條街嗰間 B 餐廳嘅咖喱汁味道可以一模一樣嘅？甚至連裏面塊薯仔嘅大細、牛肉嘅厚度都好似倒模出嚟咁，因為佢哋背後根本就係由同一個大型飲食集團控股，或者係向同一間話與東莞、深圳或者惠州嘅巨型中央廚房集體採購。呢啲中央廚房規模大到你無法想象，他們佔地幾萬平方米，裏面一字排開全部係好似建築工地假扮水泥咁大嘅巨型工業喎。工廠工人們穿住無襯衣，將成噸嘅冷凍肉類、一桶桶嘅化學調味粉、一車車嘅中料游到藥鍋入面，機器24小時不停運轉，一天就可以生產出幾十萬份料理包，然後透過完善嘅冷鏈物流，源源不斷咁運送過關，流入香港各大商場、地鐵站、領展商場裏面嘅連鎖餐廳。在這種工業著數嘅碾壓之下，那些依然堅持每日去街市新鮮豬肉，堅持自己調湯，堅持手工搓麵包嘅獨立小店，點樣同人競爭？人哋一份預製菜嘅物料成本可能只需要5蚊港幣，賣你60蚊，中間有極高嘅利潤去頂住瘋狂嘅租金。而你堅持用新鮮食材，成本要30蚊，賣60蚊，你連人工都蝕埋。結果在過去10年間，香港街頭那些真正有特色、有手藝嘅個體小店，一間一間咁倒閉結業，活落嚟嘅大部分都係向資本妥協，全面引入工廠流水線嘅行屍走肉。這場飲食工業化嘅革命，最令人痛心嘅，唔單止係摧毀咗我哋嘅身體健康，更係徹徹底底咁摧毀咗香港人引以為傲嘅味覺集體記憶。我們常說食物是一種文化，是一種醒際之意嘅載體。一個地方嘅人有咩性格，佢哋嘅嘢食就會有咩味道。香港人以前嘅性格係點？靈活變通，充滿生命力，拼搏精神。呢種精神完美體現喺茶餐廳嘅鑊氣裏面。咩叫鑊氣？那是大鐵鑊在高溫下，食油與食材瞬間發生回納反應，將食材表面輕微焦化，鎖住內部水分，產生出一種獨特、轉瞬即逝嘅香氣。鑊氣需要極高的技巧，
火候差了1秒，菜就老了；火候少了1秒，香氣就出不來。這是一種人與河、人與史啟之間嘅極致博弈。每一碟炒牛河都是獨一無二嘅，但係工廠流水線最核心嘅邏輯叫做標準化。標準化意思就是消滅一切工業用錯率，消滅一切獨特性。工廠不需要你有 reheat， 因為 reheat無法被冷凍，無法被量產。工廠需要嘅是這10萬份料理包，無論你送到旺角、送到屯門，定係送到太古城，味道都必須精準到連鹽分小數點後2位都一模一樣。當全香港人都習慣咗食這種被標準化、被化學香精精準調配出嚟嘅工業美味之後，我們嘅時頭、我們嘅美國其實已經在默默退化。現在很多20幾歲嘅後生仔女，因為由細到大都係食連鎖快餐店同料理包大，佢哋嘅味覺早就被高鹽、高油、高化學添加劑嘅重口味徹底制約。當你帶佢哋去食一間真正用鮮魚、用幾個鐘頭慢慢熬製出來嘅清魚湯麵嘅時候，佢哋反而會同你講：喂，呢碗麵咁淡嘅，好似冇乜味咁，唔好食嘅。這難道不是一件極度諷刺而且悲哀嘅事嗎？真正嘅食物，大自然賦予和民嘅天然鮮味，在被工業流水線荼毒過嘅下一代眼中，竟然變成了無味同次級品。而那些在工廠塑料袋裡面租咗半年，充滿防腐劑同香精嘅化學混合物，反而變成了他們眼中嘅微米標準。我哋嘅嘴巴同身體就係咁樣，在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嘅便利與妥協之中，被工廠流水線無情咁摧毀。我們失去了對真正食物嘅感知能力，我們嘅身體充斥住無法代謝嘅工業毒素，而我們嘅飲食文化也正式宣告步入死亡。當全港60成餐廳都已經淪陷，當何文田麵包店事件只不過是冰山一角嘅時候，作為普通收飛渣嘅我哋，通往未來的路究竟可以點行？難道我哋以後每餐飯都要自己煮？難道喺香港呢個生活節奏快到窒息嘅地方，我想喺出面食一餐安樂、新鮮、冇化學添加嘅飯，已經變成了一種遙不可及嘅奢求。講真，要完全杯葛與制裁，在今日嘅香港幾乎係不可能嘅任務。只要你行入連鎖商場，你幾乎100%會中招。但係呢個並不代表我哋要坐以待散，任由呢啲工業巨獸宰割。作為消費者，我們受傷唯一亦是最強大嘅武器，就是我們嘅選擇權同銀包。我們要學會拒絕那些過度精緻、過度便宜，而且出菜速度快到不合常理嘅連鎖餐廳。如果一間鋪頭你坐低唔夠30秒，一碗熱騰騰、肉質滑到反光嘅滑蛋叉燒飯就捧到你面前，請你提高警覺，這絕對不是廚房師傅數據慢，而係個料理包啱啱喺微波爐裏面燉完。如果一間麵包店標榜自己是名師手作，但係你永遠見唔到有麵粉袋混入去，亦都聞唔到那種天然帶有微微酸味嘅冇發酵香，反而係一陣陣甜膩到令人頭暈嘅香精味，請你轉身離開，唔好用你血汗賺翻嚟嘅錢去為呢啲欺騙消費者嘅點心麵包買單。相反，如果喺你屋企附近嘅街頭巷尾，仲有那麼1-2間古舊，甚至望落有少少破爛嘅家庭式小店，如果裏面依然有一個50幾歲、滿頭大汗嘅叔叔喺廚房裏面拿住沉重嘅大鐵鑊，頂住高溫，一下一下咁炒緊一碟炒粉麵；如果那裏嘅麵包店老闆娘每日晏晝依然會大聲叫喊菠蘿包啱啱出爐，而你真係可以見到裏面有師傅喺度用手搓麵團，請你多啲去幫襯佢哋，多啲擺低你嘅銀包支持佢哋，因為你擺低嘅唔單止係一餐飯嘅錢，你擺低嘅是這些依然默默堅守傳統、拒絕向工業流水線低頭嘅守衛人。一劑強心針，你是就用你嘅實際行動同地產霸權同工業巨獸講，我是一個有血有肉嘅人，我有獨立嘅美國。我拒絕成為你工廠流水線下嘅現代奴隸，我需要溫度，我需要新鮮，我需要真正嘅食物。何文田麵包店事件是一記狠狠抓喺全香港人面上的耳光，它打醒咗我哋，唔好再沉迷於眼不見為淨嘅虛假繁榮之中。當工廠流水線正無情咁吞噬緊我哋嘅街道、我哋嘅文化同我哋嘅健康，唯有每一個人都開始覺醒，開始重新審視自己吞落肚嘅每一啖食物。香港呢個美食天堂嘅名號，才不至於在2016年的今天，變成一個歷史教科書上最諷刺嘅笑話。照顧好你嘅嘴巴，拯救你嘅身體，由今日嘅下一餐飯開始，認真選擇。